聽眾你好，我係梁燕成，同大家講下世界大事啦。美國咧同中國喺南海嘅較量咧，又出咗一幕新嘅處境。咁就係咧美國一隻海底嘅探測嘅潛艇啊，無人駕駛潛艇。呢個美國嘅海洋測量船啊，鮑迪奇號咧就喺呢個菲律賓呢個港口大概100英里嘅地方，想收翻兩隻呢啲嘅海底嘅無人駕駛潛艇。咁咧就俾咧中國咧一艘嘅快速航行嘅船啊，就係嗰啲專救潛艇嘅艦隻咧，就好快去到咧，就將嗰隻嘅無人駕駛潛艇咧就拎走咗啊！佢好細隻嘅，因為中國就整條快艇落去咧就去到嗰個美國艦嘅旁邊咧，就搶走嗰隻嘢，逃之夭夭。美國咧，即係過去嚟講同中國咧呢啲地方咧，過去好似都中國冇特別咧去挑戰美國呢啲嘅探測行動嘅。喺2002年啊，同係呢隻嘅鮑迪奇號咧，係俾中國嘅艦艇跟蹤去監視過。2009年咧，美國話又有啲監測船叫做無瑕號，受到咧中國海洋嘅巡邏船騷擾。咁當然啦。喺中國嚟睇，係你喺海底去探測我哋嘅軍事機密，我梗係跟蹤你啦咁。但今次跟蹤咧，就忽然之間咧揾隻快艇去攞走咗呢隻嘅潛艇仔咧，咁倒係你以前未試過。中國呢次咧可以話係不按牌理出牌。咁就係因為咧呢個特朗普係不按牌理出牌咧，中國同佢玩咧，大家鬥不按牌理出牌啦。喺過去睇嚟有啲默契啊，中國唔會真係咧去撈走隻咁嘅潛艇仔嘅，要撈走佢好易嘅啫。咁但係咧就會引起咧好多嘅可能有國際嘅爭拗同埋衝突。咁但係咧今次中國咧行咗呢一步，基本上咧都係針對咧呢一個嘅特朗普啦。當然啦即係呢啲咁嘅海底潛艇咧，係可以潛到1000米，而且可以航行咧180日，行程咧5000公里。咁當然咧就會即係駛入到中國認為係屬於佢嘅南海嘅水域，特別咧係今次喺黃岩島嘅附近。咁所以咧就中國咧就認為佢係探測緊軍事嘅問題。咁點解咧？咁因為咧喺嗰一帶咧，如果你話要探測海底嘅情報，嗰度如果係普通嘅商船、貨船行嘅好密集嘅地方咧，咁係無需要揾呢啲軍事嘅無人潛艇去探測嘅。咁但係其實咧呢一次咧呢一隻嘅潛航器叫 LBSG 咁樣咧係好可能係探測緊咧呢個中國嘅核子潛艇嗰啲嘅路徑，因為嗰度咧離呢個三亞嘅海軍基地咧，亦係唔算好遠嘅。咁睇嚟佢要 check 下呢個海底嗰啲嘅鹹度啦、溫度啦，同埋嗰個水文嘅地圖啦，即係想探測咧去知道中國嗰啲航行嘅情況。咁當然中國嘅核子潛艇都係機密嘅海底行，而且中國潛艇咧已經係進步到咧，係佢可以行嗰時喺海底咧係冇聲嘅，所以美國咧係測唔到佢嘅。咁所以中國時人用啲潛艇咧去話俾美國聽，嗱，你唔好嚟打啊！我哋有能力係你嘅科技 check 唔到我嘅。咁但係美國喺海底咧有一個偵察嘅網絡，而且咧除咗佢喺海底整咗一啲嘅海底嘅啲平台喺度偵測咧，佢仲呢啲嘅無人潛艇係到處去使咧，就睇下個情況。想探測中國海底潛艇嘅機密。咁今次俾中國無端端撈起咗一隻走咧，咁可以話咧美國咧猛用無線電叫佢送翻嚟。中國只係撈起一隻咧唔知乜嘢嘅一隻咁嘅嘢啫咁。但係呢件事咧就係中國咧係按即係佢特朗普做嘢方式不按牌理出牌。咁呢個特朗普嘅不按牌理出牌咧，最主要就係佢去同呢個蔡英文通電話，咁全世界都譁然，包括美國白宮都譁然，因為咧咁做咧即係唔再承認過去美國咧同中國嘅公佈即係成為一個中國。雖然咧美國同台灣係有個聯防嘅設備聯防嘅一個咁樣嘅條約係簽咗，咁但係咧美國雖然保護台灣，但係咧唔可以承認台灣嘅政府噶嘛。咁所以咧呢件事咧就
係挑釁咗中國所定咗嘅基本底線嘅。咁但係特朗普佢本身都係一個唔按牌理出牌嘅人，所以佢話我係咁噶啦。咁中國好多都冇問過我使乜問我中國啊？即係去見阿蔡英文。咁咧反而咧即係西方傳媒鬧特朗普多過中國，但係中國咧就喺呢度咧就去試探下究竟呢個美國即係特朗普咧會係點樣睇啲事咧咁樣嚇。咁而且呢段時間咧，中國嘅空軍咧又係圍住咧呢一個嘅九段線一帶咧作咗次飛行，而且亦飛過咧呢個日本嗰個嘅國際嘅航道。咁日本啲飛機咧就不斷疲於奔命咧上去咧飛上去咧係阻截，或者咧係去放啲彈咧係去示意，即係中國接近日本，但係嗰啲又國際航道，所以又冇乜辦法。咁但係咧話中國成日咁飛過咧，令到日本成日都要飛機上去，都疲於奔命。咁已經中國嘅飛機又圍住台灣飛過一次。咁呢等等咧都係咧要俾個形勢俾美國睇咧。中國呢啲事件咧係非常嘅強硬嘅有啲底線嘅。如果你喐個底線，我又喐底線，就會好麻煩啦你喐到我底線，我就會整啲強硬嘢俾你睇。咁中國就唔係再以前咧忍氣吞聲嘅嗰種即係美國係大國即係我哋而家韜光養晦唔好掂佢，而係話咧中國而家已經強咗啦，亦有錢整咗好多新式武器，所以咧你就唔好咧再蝦我咁。咁所以咧佢擺出呢種咁形勢。咁其實咧美國咧嗰啲海軍喺南海一帶都好多次巡航咁對呢個西沙群島等等南沙群島都係有一個嘅接近嘅巡航嘅。咁中國過去都有佢嘅，因為佢冇入到嗰啲嘅基本嘅呢個海域。咁但係咧，如果啲海底潛艇入咗海域咧，今次就撈一隻俾你睇下咧我有能力攞走你啲嘢。咁就而且咧，其實咧中國咁做都係除咗咧向日本同埋美國作出一啲警告咧，向越南作出警告，因為越南都做咗好多島喎，最近喺好多島潮上咧都不斷做島，甚至咧做咗跑道又有咧停機坪等等咁咧係加強咗軍力，仲買咗啲咧常規動力嘅潛艇咁呢等等咧，即係越南咧已經咧喺27座島潮上咧都做填海嘅工程嘅。咁中國亦喺幾個重要嘅島嶼咧都做填海工程咧，唔但可以有飛機，可以有飛彈裝置埋啦。根據美國嘅講法，咁即係話咧已經變咗不沉嘅航母艦。咁所以美國想喺南海嗰度咧，即係施下馬威逼中國讓步。點知咧就係越逼就中國越硬咁過去咧中國忍氣吞聲咧就會聽美國指嘅，但係今次咧奧巴馬咧即係想用惡嘅方法咧係喐唔到中國，因為中國都睇死奧巴馬個底線係唔會真係同中國打嘅。如果真係我擺出預備同你打咧，我就唔會怕你嘅我有能力咁所以咧即係美國梗係唔會真係同中國打啦，係咪？咁但係特朗普唔怕打嘅喎，佢會唔會引起戰爭咧咁中國咧就今次睇嚟都施下馬威，而且咧你不按牌理出牌，我亦不按牌理出牌，你中意亂嚟，我又亂嚟下，睇下你點，我唔更改嘅默契。咁呢次咧即係中國咧用翻一種嘅以其人之道還施其人之身嘅突然措施咧，咁令特朗普咧睇下即係有少少措手不及，睇下佢點回應啦咁。特朗普最多話你俾翻隻嘢我啦，咁跟住唔要都算啦咁，即係咧特朗普就亦係有時玩玩下嘅咁講法。咁中國咧又係我玩玩下撈隻嘢翻去睇下點先咁鬧咗佢。咁所以呢件事咧就喺呢個國際博弈上咧睇嚟咧都會造成咧一個相當重要嘅情況嘅。咁順帶講下美國咧，而家呢個希拉里嘅郵件門咧奧巴馬忽然之間咧就話咧係真係根據情報可能俄國甚至可能普京命令黑客攞咗美國嘅資料向外公佈咁樣影響咗美國嘅選舉咁從來都未試過聽見美國嘅選舉俾人影響，一向都係美國影響人哋嘅選舉嘅啫。咁第一次話俄國可以喐到美國咁
咁啊用黑客攞咗嗰啲嘢。但係其實咧，即係情報機構講嘅係冇話證明係俄國嘅政府同埋普京做㗎嘛。咁但係最主要咧，呢次咧之所以出現呢件事咧，喺呢個嘅英國嘅每日郵報就有一個報導嘅。咁呢個當時美國咧呢一個嘅民主黨希拉里競選團隊咧就個主席就收到一封警告信，話 Google 嗰度嚟，就話佢要快啲咧係更改咧呢個電子郵箱嘅密碼咁，因為有人想侵入佢哋帳號。咁當時就交俾個專家，個專家咧回覆咧其實個回覆原文就係話咧呢個咧係 illegitimate 嘅，係非法嘅咁但係咧唔知點解佢打字嗰時漏咗嗰個 e 即係 il 就淨係一睇就係 legitimate 漏咗兩個字母。咁所以咧，既然佢嘅 legitimate 就撳咗佢嗰個掣啦，就預備即係交俾 Google 重新即係整一個密碼。點知原來咧一撳咧就俾嗰啲嘅黑客攞咗咧6000幾封啲郵件。咁依照維基解密可以將佢播出嚟。個黑客邊度嚟嘅？其實冇話證明係俄國嘅咁。但係咧希拉里陣營面對呢個問題咧，就不斷咧就唔係真係直接去解釋點解佢嗰啲郵件裏面有咁多可爭議嘅，甚至咧係想即係借佢嘅呢個國務卿身份去揾錢即係個叫人捐錢咧俾呢個嘅克林頓基金，然後咧佢就會利用佢嘅身份咧俾啲好處呢啲國家，等佢見總統等等。咁其實呢個先係真正問題。希拉里永遠唔答呢個問題，但係即係點解佢要封咗啲郵件唔俾人知？佢冇答，因為即係不斷話啲係俄羅斯做嘅。終於今日你話俄羅斯又當然證據其實未夠，但係真係俄羅斯做咧咁你都冇得拗㗎啦！鬼叫你咁鬥嚟俾人攞到，但係最關鍵就係你係咪真係有做過啲唔見得光嘅事咧？咁似乎希拉里本身咧都冇話真係有個好嚴格嘅合理嘅答覆嘅。好，休息一陣翻嚟再傾。各位聽眾你好，我係梁燕成，同大家講下世界大事啦。咁咧就俄國俄羅斯嘅普京就被安倍日本安倍邀請，咁就去日本咧就開個會議。咁但係咧呢次日本係俾佢最低嘅嗰種接待嘅啫，即係工作會議。但係普京都去喎，咁點解咧？咁最關鍵就係日本咧想借同普京建立嘅關係咧，喺外交上做啲嘅突破。因為佢睇呢個特朗普既然同普京咁老友，而家唔使驚啦。舊時就住美國就唔可以同我個老友啫。而家特朗普轉啦，咁我都可以轉啦。咁因為俄國咧係有好重要嘅能源天然氣等咧，日本係需要嘅。咁當然日本咧都好多時都想作翻嗰個南千島群島啦即係佢哋叫北方四島。咁其實主要咧呢啲嘅島嶼咧就係喺1760年咧，俄國嘅漁船就成日去到就帶咗呢啲島上嘅嗰啲居民咧，例如蟹夷人等等咧，即係嗰啲嘅原住民咁帶佢哋咧係加入咗俄國籍，而且咧仲係信埋基督教，信埋即係東正教嘅咁樣。咁就但係咧，日本咧亦有早少少咧，有啲報道有即係話有呢啲島，咁而且佢亦想去開發呢啲島。咁最後咧就有一條條約咁就當時係簽咗，咁就係話咧即係日本咧就將庫頁島咧就交俾呢個嘅俄國咁但係咧即係佢呢個所謂北方四島咧就係咧俄國咧係簽咗個條約俾佢嘅咁，所以日本咧認為即係呢個地方係佢嘅。咁但係日俄戰爭之後，咁當然咧就日本搶埋庫頁島，但係到第二次大戰到後期日本投降嘅時期，蘇聯就突然間進攻咧呢啲島咁將咧呢個庫頁島咧攞翻啦，同埋咧南千島群島即係北方四島攞翻啦。喺俄國叫南邊，喺呢個日本叫北面啦。咁咧就蘇聯咧嗰個講法就係話咧。即係日本講話就係話嗰陣時已經日本投降咗啦，應該你等於侵略。但係咧俄國嘅講法咧就話其實咧我哋已經
喺蘇聯進軍日本之前就已經話明咧係日蘇中立條約係終止㗎啦，即係唔再受以前19世紀嗰個條約影響。咁而且咧係第二次大戰嘅一個結果，因為你侵略人又嚟打返你嘅結果。而且咧根據當時阿爾達嘅協定咧，就係英美已經同意呢個千島群島俾咗蘇聯㗎啦，所以冇得傾嚇。咁所以咧普京學咗安倍嗰句説話，即係話咧我哋唔認為呢個即係北方四島或者南千島群島咧係有任何主權嘅爭議。呢句話就係安倍喺釣魚島嗰度同中國講咧，我哋冇主權，即係根本係我哋嘅，冇得傾嘅。而家到俄國講翻咁話咧，即係叫以其人之道還施其人之身啦。咁睇嚟咧，安倍要攞翻嗰啲島咧都冇乜可能。只要普京一日喺度咧，佢呢個強人之下，你冇得攞翻轉頭噶啦。咁而且你都冇乜合理嘅理由係攞翻嘅，為叫你打輸咩？係咪？咁但係有冇利益可以引到佢俾翻你啊？咁但係如果講利益咧，始終俄國同中國嘅貿易係遠遠多過日本嘅。咁而且俄國咧要攞住呢啲島咧，日本攞呢啲島咧，舊時我嚟去轟炸珍珠港同埋成日佢海軍基地。如果佢而家攞翻呢個北方四島，會俾美國做海軍基地嚟夾住俄羅斯咧，所以咧俄羅斯點都唔會歸還，而且佢用呢島做佢嘅軍事基地啦，佢得閒睬你咩？